鼎湖第一實驗學校對面，寧包入住精裝3房，總價39.8萬，首期6萬即可，月供1400，抵過租房。電梯16樓靚樓層，零投資即刻入住。呢套房除了一個衛生間，基本無什麼缺點，剛需上車首選。周邊同戶型，均價在48到50萬左右，性價比超高。如果你係對江景房情有獨鍾的，不妨可以考慮一下呢套，度假自住或者長期居住亦得。周邊配套齊全，距離萬達廣場800米距離，樓下也有生活超市，距離學校200米，樓下有公交車站、高鐵站15分鐘車程，生活配套一應俱全，地段成熟，超大主人房望江景，有感興趣的上方聯繫我。